在香港行為亦順徑，別只顧住趕路。其實在平坦山路或梯級之間都能練習步行氣功。梯級之間不是快走，關鍵秘訣是全神貫注，步幅穩定，姿勢中正，大腦皮層高度集中，協調全身，上半身挺直，頭部不亂放，應用形意力氣完美配合，隨時用內丹氣功的形式提升內氣，增強五臟機能，特別適合忙碌上班族，在休閒中不知不覺增強內勁，氣血循環，頭腦更清醒。行山不只是走路，是在自然中修復自己，在休閒中增強身體潛力。行山等於移動的氣功練習。歡迎來私信我會帶你一步一步掌握步行氣功的要訣。你不需要任何氣功基礎，只需要一雙舒服的鞋與想變健康的心。